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6年1月14日嘅香港時間下午5點。大家好，呢個禮拜嘅港股可以話係開咗個好頭，延續咗開門紅嘅氣勢，今日個市繼續向上探。恒生指數收市升咗0.56%，而恒生科技指數都升0.66%，算係一個溫和但幾正面嘅開局。不過呢，個市嘅精髓唔喺指數嗰少少升幅，而係喺板塊嘅輪動同炒作上面。最搶眼嘅一定係消費股同埋次新股。消費復甦嘅期望似乎幾強下，好似海底撈咁，一開市就衝高超過5%，帶動成個餐飲同消費板塊嘅氣氛。另一方面，年頭至今啲次新股真係相當省鏡，有市場數據計過，平均升咗接近6%。當中尤其係啲屬於材料、金融同資訊科技行業嘅次新股，平均升幅超過9.5%，資金明顯係追捧緊人工智能、半導體呢類有硬科技實力嘅公司。好似隻叫智普華章嘅次新股，年內已經累積升咗超過58%，真係誇張。不過個市都唔係一面倒咁好，之前熱炒嘅創新藥板塊，今日就出現咗震盪，個別股份好似榮昌生物咁，午後仲要領跌，收市跌咗6.94%。有分析話，雖然長遠睇好國產創新藥會進入密集批發期，而家仲有摩根大通嘅全球醫療大會舉行緊，但短線就可能要消化下獲利盤。同樣，銀行股今朝都係偏軟，部分資金可能轉去咗揾更高增長嘅目標。咁點解個市會係咁嘅走勢呢？簡單啲嚟講，市場情緒係有改善嘅，尤其係對內部消費同埋政策有期待。有唔少大行都覺得內部有15/5規劃嘅催化，外部如果主要經濟體又放水，港股今年係有條件進行估值收復嘅。但係都要潑少少冷水，有觀點就提醒，港股反彈咗一輪之後，好容易會引發獲利回吐，資金要形成好強嘅做多共識，似乎仲需要啲時間。而家個市都仲係要睇實有冇更明確嘅基本面好消息，或者係聯儲局幾時先再吹降息嘅暖風嚟做下一個催化劑。總結今日港股個勢頭算係唔錯，呈現結構性嘅機會。資金喺消費復甦同次新股炒作之間揾緊出路，而高增長嘅板塊好似創新藥就要接受波動嘅考驗。展望聽日同埋呢個星期，大家要繼續留意消費數據嘅氣氛同埋美股嘅動向。記住，市況輪動得快，捉到主題固然好，但都要管理好風險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希望各位朋友喺波動市中都能穩中求勝。我哋下次再傾過。